可以嘅話，你譬如提高右邊，往右嘅，提高。咁我哋向後轉喎，同樣向後。咁我哋試下咧，睇下可唔可以夾到個背脊嘅。以我所見咧，喺唐人街嘅長者大廈，長者佢哋跌倒嘅機會都好高嘅。咁有見及此，我哋嘉義中心咧就喺唐人街嘅長者大廈進行好多嘅防跌運動班，去希望喺源頭方面減少佢哋跌倒嘅機會。我哋嘅防跌運動班針對嘅幾方面啦，包括肌肉嘅力量啦、平衡力啦、肌肉柔韌性啦、關節靈活度啦，呢4方面去改善佢哋，希望減少佢哋跌倒嘅機會。面有拉扯就可以㗎啦嚇，唔一定掂到腳趾嘅話啊，感覺大腿後面拉扯可以㗎啦。我哋定住15秒。由於膝頭唔好入咗去。而家會唔會有啲擔心話年紀大咗容易跌親咁嘅感覺㗎？都有嘅，因為最嬲尾嗰條問題嘅時候，叫我一隻腳擺喺另外一隻腳嘅前面嘅時候咧，我發覺我平衡嗰方面咧係比較差一啲嘅啫。唔做評估都唔知道自己平衡力其實可能某啲地方係爭少少㗎，係嘛？你講得好啱，因為我對於平時自己覺得太過自信。咁嚟緊，如果我哋有運動班，你會唔會想參加咁樣？多謝你喎，顧生。初頭第一次做防跌運動嘅介紹阿 Daniel， 我隻腳係唔行得，我要用拐杖，爭啲要用 walker。咁而家今次嘉怡，因為呢套運動係由頭頸、膊頭、腰去到腳，同埋企喺度做咧，咁對我自己全身嘅運動係有幫助。因為我而家行到嘛，如果唔係我點去非洲？我要俾佢行好多路。域多里，我第一日行咗11000幾步，第二日我行咗13000幾，係冇事嘅對腳。翻到去係有啲攰，冇話要攤喺度隻腳好痛啊，冇。咁點解咧？咪運動咯。未做運動時望住你嗰個反應都好似係慢咗啲嘅，但做咗運動之後，你個反應係比較上快嘅，老師直接10分之好。第一，耐心咁教你，同埋同學仔又個個都好 nice， 即係同埋個個都好勤力去上堂。